護老者真實分享永求嘅經歷，護信、護老歷程互勉鼓勵，瞬間傳遞，透過故事傳揚愛與希望嘅訊息，作為與其他同路人互勉嘅信件。永求嘅護老故事，因媽媽跌倒而成為照顧者，轉變嘅關係變得更密切、更好。甜蜜嘅經歷，媽媽離世前嘅2至3個月需要頻密照顧，我因信仰得着力量，繼而珍惜與母親的相處。困難與克服，照顧初期感到不知所措，我靠祈禱克服。面對困境，第一時間想起協助網上代禱的人，幫助你嘅人說感謝或祝福，多謝。勉勵其他護老者，有信仰的話可以依靠神，未有信仰的話，其實照顧路上有同路人，並不孤單。護老者角色教曉我，學會如何照顧長者，亦可將自己的經驗分享出去。如想分享你嘅護老經歷及勉勵其他護老者，歡迎投稿。你嘅護老故事經審閱後，有機會刊登於本中心網頁或電子刊物《護老三思》內。如果有需要社工代為筆錄，請致電護老者支援熱線